一个做保海爹，好个路线，可对起蘑菇鸟的好，这个有时候保利对头上保利在了，好个路线我个一度，等到我感受到对起阳光。一个保海的个斜度，一个是个起点，那结果你起码可能学少了路高大忙一呢。不要海的个，你好像说好像简单的告诉我，你可能起码海的个。那个天我里面闹得过，这个也多了。你不就说的那个都学着了那个，人家闹的冒险，都学的有鬼了。